各位好，我係白切雞，一齊睇下4月20號沙田日賽嘅心水馬。第一場第5班泥地1650，今場心水首推12號進優自在，由巴道策騎，評分穩定，3戰表現連貫，檔位有利，預計形勢向前，有力搶得頭馬。次選2號大利好運，由潘頓操刀，兩段數據亮眼，步速配合之下威脅極大。至於9號傳承者，步速配合下有後上機會，前仗表現不俗，屬入位之才。10號富裕君子雖非熱門，但近仗兩段時間快，部署合拍，有冷腳機會。第2場第4班草地1004，3號起專龍由潘頓執韁，近期兩場兩段皆快，走勢明顯向好，形勢主動者得。8號快活英雄由湯普森策騎，連仗做好，今場步速有利，具爭勝實力。14號發光發亮3戰有兩場兩段快腳，後勁唔弱，可伺機一擊。6號金運內狀態保持，連場有準繩發揮，表現值得肯定。第3場第4班全天候1002，1號實力哥由黃志宏操刀，連場紅字評分，步速快之下有利發揮，極具爭勝本錢。7號有德型由霍宏星策騎，3場評分平均在80以上，質素有保證。12號神速密碼連場末段有發力，形勢稍快對其有利，可跑入前列。8號天天灑落亦具穩定水準，近仗位置好，值得一試。第4場第4班草地1006，14號開心宇宙由班德禮策騎，3場分數高企兼有兩段快腳，檔位極佳，有力在下一城。8號火焰閃爍由田泰安策騎，3戰均建造快段，狀態及形勢同樣有利。1號準輝煌雖然排外檔，但表現硬淨兼有後勁，值得列作守門員。6號光明傳承亦屬兩段佳馬，可望走位貼欄趁勢入位。第5場第4班泥地1650，2號天時明區由霍宏星策騎，3場評分皆高，今仗有理想步速輔助，應是攻堅時機。1號超加配潘頓出戰，狀態保持，跑法彈性強，實力不容忽視。9號爆熱3戰表現進步明顯，有後上力度，末段快腳可發揮。8號時間保近績極佳，貼欄起步，部署理想。第6場第2班草地1008，4號遨遊武士由梁家俊策騎，3場評分穩定，今仗形勢明顯有利，有望一放到底。2號喜連勇敢由班德禮操刀，連場兩段數據搶眼，步速稍快極為合拍。5號有龍串鳳上將末段爆炸力強，可趁今仗慢步發揮追擊威力。7號有目共賞由潘頓策騎，3場連續兩段快腳，不可輕視。第7場第2班泥地1002，1號合夥奔馳由奧爾文操刀，3場評分高穩，對手未算太強，今仗可望放頭到底。4號天天同樂配潘頓出戰，實力已證明，上仗表現被低估，今場可望保中。9號星際快車亦具實力，連場維持水準，兩段快腳支持走勢。3號喜智寶走勢未算火熱，但今場形勢有助，或有突破。第8場第3班泥地1002，3號得心之餘由艾少禮策騎，上仗兩段出色，狀態穩中有升，今場步速快下具爭勝力。1號蒸蒸日上配潘頓，實力之上，上場略嫌被擋，今次換檔或可發揮。10號起旺區近期爆發力驚人，有力於尾段發動強攻。6號黃龍飛將亦有兩段快腳，有望再展長腳。第9場第3班草地1002，4號巴基之勝由潘頓執韁，3場兩段強勁，外檔都唔怕，爭標有力。2號海船星由巴道策騎，近期賽績穩定兼步速快，有力挑戰。8號何好運3場評分均紅字支持，兩段做快，加上好檔起步，絕對要留意。9號英用快車評分穩定，排檔中規中矩，具入位機會。第10場第3班草地1004，1號至尊高超由艾道拿策騎，3場評分超過90，末段及兩段皆快，部署上佳。2號不同世界配潘頓，3戰步速皆快，爭勝之價毋庸置疑。11號南區之星今仗形勢一流，加上步速合拍，可望爆冷。7號紫荊歡呼也有後勁，跑法彈性大，非無機會。